或者是让您去对上师产生邪见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十四根本戒密乘的戒律当中啊，第一条戒律就是我们扰乱上师的心啊，这个曾经呢也讲过这个扰乱上师的心呢，就是直接扰乱了我们的本尊我们的佛，所以你从彻底这个山根就把它断掉您就是扰乱一个本尊扰乱一个佛的这个罪孽呢，就是你在整个众生就是在一个1000个众生或者是100个众生，你把它杀掉的这个过患和您就是诽谤一次上师的这个过患比较的话呢，可能就是比这个过患这个上师就是诽谤上师的过患呢，就是更加的严重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来讲，就一定要首先认认真真的去关照因为在般若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您就是说障碍咕噜然后此种罪业私力忏悔无法消除也是这样讲所以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内心的对上师我既然已经接到灌顶，我就他是成为我的上师，那么我就是对上师升起邪见，然后就阻碍了上师，这样的话呢，那就是这个阻碍咕噜的意思。咕噜呢，就是在梵文当中是摩热摩热呢就是上师的意思，所以就是你造了严重的业。那么你通过这个四对治力来修行忏悔的话呢，这个业障呢就是无法消除，就是这样讲。所以呢，我们平时四对治力就是依智力然后对治力破恶力然后就是防护力等4种力量来修行的话呢，也就无法消除这个罪孽，因为直接这个对上师升起的话呢然后就是直接的就本尊于佛菩萨就是产生了这种障碍，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它消除不可以产生这种邪见因为我们就是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本尊他成为我们的这个上师于无二无别首先学佛人要观察一个上师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上师五师颂当中呢也是讲得特别的清楚如果你就是说要求学佛法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要登坛，登坛就是一个登坛城，因为灌顶的时候呢上师也是通过这样来灌顶。首先我们是一个灌顶的坛城，然后这个智慧的本尊从十方的净土当中我们引请到目前的这个坛城里面，然后这个坛城里面呢通过引请到上师自身的身上，上师与本尊无二的过程中，然后传给弟子们这个身口意的种子，然后灌顶的过程是这样。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登上了这个坛城中了，那么登上坛城中你就成为这个金刚弟子然后这位上师呢就是成为你的本尊与无二无别的上师然后你没有升起信心的话呢，那你就是诽谤的话呢就诽谤一切的如来一样的过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就是要尊重这个，既然已经得到了这个灌顶的话呢，那么我们要尊重我们一定要升起信心当做无论上师的行为多么差劲上师手里有拿着刀去杀人也好，上师种种的这个杀盗淫妄酒等等这些行为呢出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过患，不能任何的这种想法曾经过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印度的80位成就子当中呢，很多大德们都他的行为是特别的这个超越这种世俗的这种环境的这种状态他都是边吃就是这种活的东西，然后边呢就是作为特别差劲的这种行为我们看起来就根本没有办法升起信心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度化众生的一种方式这个是也就是成就者的一种行为但是我们呢一定要关照自己的上师如不如法，一旦进入了这个坛城以后，得到了灌顶以后呢，我们就是认认真真的去修学，无论上师多么差劲的行为，我们也不可以升起任何的这个邪见当作是上师的一种度化众生的行为来看成一个清净的行为来尊敬因为上师与本尊是无二无别的这个是我们通过这样来这个观修这对上师的一种信心，升起这样的一种信心的方法。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首先这个以上师基础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基础呢，首先也升起这种出离心没有出离心的话呢，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上师的重要性我们不知道它的这个重要和它的珍贵的话呢，也
就没有办法升起信心和不会珍惜。所以通过呢，我们也就是前2天也讲到这种远离自中执着性的这种修行方面也是对你们来说是对上师升起信心的，也是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因为没有升起出离心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对上师呢也就不知道它的这个重要性不知道它的这个珍惜难得的方面呢，我们也无法了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就是通过首先呢，我就是观想一下这个人生是多么难得，生命是无常的，因果是不虚的，然后轮回是过患的这个方方面面去考虑的时候，体会到的确人生不容易，我们人生这么辛苦的活着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求一个幸福的生活。但这是所谓的生活幸福的生活都如愿的能得到吗？就很难只能这个通过佛法才能可以得到这个暂时的这个幸福和究竟的幸福才能得到。所以这样的话呢，那得到这样暂时和究竟的幸福的话呢，我们首先怎么去做？首先去听闻佛法。那么听闻佛法是听自己的感觉是听不到的那通过我们的上师才能可以传我们的这个殊胜的法，所以我们需要上师需要上师的话呢，你们关照一下，我要在这个多少的众生当中能够给您引导的人，能够让您给您赐给您解脱的人呢，就有多少，没有多少的，也不是说到处都是上师，不一定的上师也是很稀少的真正的这个如理如法的这个上师呢也不本身这个出家本身一生当中修行的人已经是非常稀少了，然后真正的这个实修而且这个如理如法的给你们传法的人呢，就是极少所以呢我们要珍惜这个上师的难得，然后以了知这个上师的难得，不是说上师经常在也不是说上师到处都有不是这样一种事情上师跟自己的因缘跟自己的缘分然后这个方方面面去考虑的时候呢，我们的确觉得我们从小活到现在我们一生当中遇到了多少上师给自己带来解脱的这种给种子的这上师多少，我们真正要去考虑真正要去观察，一旦有了一位上师，我们要绝对要珍惜要去把它当做自己的这个终生的这个修行的对境这个赐给我这个法教的上师，他是我的善知识，然后生生世世我们不愿意离开这个上师，有这样来发愿是非常重要。从这样的通过这样方面去想的时候呢的确是我们这个上师才能可以升起信心，才可以珍贵才可以难得。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上师的这种升起的信心慢慢会升起，然后才能可以得到这个上师的相应所以上师的相应的基础呢，也就需要这样一种出离心的基础上我们出离心的意思呢，对轮回对生活没有一种任何幸福和快乐的地方。首先我们要了知这个生活幸福，生活的这当中的所谓的幸福和生活当中所谓的这个障碍痛苦如何解除，如何得到幸福，都靠我们的上师才能得到。所以呢，我们要珍惜自己的上师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第4个呢，我们就是说您就了知自己的这个相信自己的这个本性这个明空的这个内在的上师的话呢，然后对任何的上师呢才会升起这种信心首先我刚才讲的我们的这个外在的所有上师呢只有让你通过这个内在的上师的一个桥梁一样就是通过一个桥或者是一艘船一样，让我们得到真正内在的上师，是我们每个众生都有的，每个众生的内心中都有每个众生的这种圆满的上师都存在，但是我们还没有一个外在的上师来开窍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接上这个内在的上师的一种因缘所以通过外在的上师来指导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得到这个
究竟的这个上师内在的上师。所以通过呢，我们就是平时讲的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上师相应法的这个法教当中呢，也是这样有读诵的这个皈依总集外在之上师皈依总集就是我们平时所谓观想的我们的十方诸佛菩萨、金刚萨埵、金刚种子等一切的这些上师，都是属于呢外在的上师。自性的这个心性的光明呢就是内在的上师。然后这个内在的上师，还有呢就是说真实的上师呢让我们明和空呢无二无别的然后自性的这种离系就是任何的这种执着，远离一切的这种执着才能得证了这个圆满的这个明空的这种上师呢，就是属于在我们的内在这个叫做真正的上师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愿早日悟到这个无法藏之上师无法藏就是无二无别的这个内心的这个光明与智慧无二无别的真正的上师呢，就是每一个弟子的心里。所以我们要通过自己的修行齐行上师的这种相应的加持下呢，才能可以得证自己内心的证悟和这个究竟的解脱所以呢，我们修行是为了自己的解脱，修行不是为了别人修行是为了自己的内心的解脱，所以我们要通过这样的修行的方式来得证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说我们无二无别的这种上师呢，也就是属于在内心所以我们了知这个明空无二的上师呢都在属于在自己的内心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在的上师要通过内在的上师证悟空性的话呢，需要外在的上师，然后外在的上师呢，就所有的各不相同的上师，也就是各不一样的一个上师都外在的上师，通过他们的这些的传教的方式不同，然后就开悟的众生也不同所以呢我们所有外在的一切的上师呢，都应该升起信心的，因为他们的度化众生的方法也不同，我们也一样。自己的根基要达到这个要连接的一个桥梁一样的话呢，首先自己的根基的如何成熟的一个程度是成熟的非常圆满，还是还没有完全成熟，或者成熟一半等等，这些的区别呢，就要成熟的过程中有各不相同的成熟方法。所以很多的大的上师的他们的方法呢也很多种类就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桥梁一样，这个桥梁呢就有短的有长的有细的有粗的等等所以各不相同的这些桥梁来通过弟子们的内心的这种上师，让他们成就这个内心的上师。所以我们呢就各不相同的上师通过各不相同的法门呢，度化众生的方法就不同了。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一切的上师们呢，也都是为了一切的众生都是这样去想的话呢，才能可以升起所有的上师我们对所有的上师才能升起真正的信心是这样我们这个内在的这个空性内在的这个让自己了悟内在的上师的话呢，首先需要外在的上师来这个开窍我们内在的上师，这样的话呢，通过我们对所有一切的上师才能可以升起真正的信心。然后第五个呢，就是我们长期这个回忆这个念就是随念我们的上师的这个恩德然后才能树立起我们的恭敬心我们要想起上师的这种大恩大德才能可以能够自己内心呢才可以能升起对上师的一种恭敬心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想起上师的这个恩德方面没去想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内心呢对上师生不起信心没有升起信心的话呢无法得到这个上师的加持很多的经文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您对上师呢就是当做一个佛来升起信心的话呢，那就可能得到佛菩萨的加持。你就上师当做一个普通人来的去升起信心的话呢，那才能可以得到一个普通的这种加持所以我们呢对上师呢一定要升起这种当做佛的这种思想来升起信心所以因为上师和佛呢没有任何的区别上师不仅仅是这一生上师呢就是生生世世很多的大的上师
早已经是成就圆满佛果了，但是为了度化众生，为我们众生，还不断的就是来转世到这个轮回当中，来度化一切的众生他们为我们付出了多少我们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呢，也是非常感恩我们的上师，而且呢，真正那么难得、那么殊胜的方法就是一步一步的一个母亲养育自己的这个小孩一样来养育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让我们生生世世让我们成就有这么一个方法来教为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上师。所以通过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的上师呢，也就是他的功德他的这个感恩方面呢也是无量的所以我们通过感恩方面去想的话呢，也就是上师是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我们才能可以升起我们对上师的这种恭敬的心如果我们没有对上师的这种感恩和恭敬的话呢，那可能会慢慢的对上师的这种信心呢也会失去，自己的信心呢没有铁环一样的信心的话呢，十方诸佛菩萨的慈悲的这个钩呢就无法钩上来，我们就变成一块石头一样，就无法让我们从轮回的这种苦海当中没有办法的解救我们一切的众生所以我们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也是上师的这个恩德和感恩方面讲，才能可以升起信心然后呢，第六个方面讲的话呢，我们作为一个这个上师的弟子来讲，首先我们放下这个我执没有放下我执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对上师的这个身口意的恭敬，因为我们有一个我执的话呢，就可能会升起很多的这种傲慢的心，然后一旦升起傲慢心，就蒙蔽了自己的本性这个本身这个我执呢，就是一种来自于烦恼，也是属于轮回的根本所以一旦升起我执以后呢，我多么了不起，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成就者，或者是